来看云林的园长出产着乌金光的土豆，所以当地国小的学生就一个灵感，以乌金光甲土豆为主题，拜托布袋戏的老师来甲因指导，用这个土豆甲乌金光生成的戏红仔来搬这个布袋戏，替家乡来推广着乌金光的土豆。大土豆行出来，原来是一只猩猩足够对的哦。真趣味的布袋戏，土豆甲乌金光生成拢变成戏红仔。舞台后面，学生轮流上阵，边仔还佫有同学负责念台词，全程拢讲台语。大家的观众是当地社区中层食堂的长辈。毋过，大家真好奇，乌金光甲土豆哪会斗做伙？原来剧情甲角色咧是改编云林原创国小绘本，当时嘛是为着要推广在地乌金光品种的土豆。花生的故事，花生的故事跟我们在地有关，对不对？哦，这样学起来有没有比较容易？学生利用暑假期间，大家做伙来演出布袋戏，充实假期，推广农产，嘛互看戏的长辈增加生活的趣味。